讲到这个风台雨是愈换愈明显，农业部也针对较高发生水崩线所在发布警戒。顶一届三道二风台伫新北市瑞丰造成严重灾情，这100多人是掉伫山区。这届空雷风台来到，为瑞丰区公所赶紧甲山区的快乐山部落和阿美家园部落的民众呢，来以风性疏开去到收容中心，避免发生危险。风台控制伫31下晡定律，农业部有针对高发生土石流的所在发布警戒，有75达红色警戒爱紧疏开避难，也若爱抗到民众疏开的黄色警戒有555达，其中新北市瑞丰山区嘛伫咧警戒范围。区公所为着民众的安全，有风性疏开快乐山部落和阿美家园部落的居民，计共453人拢已经落山。瑞丰透风落雨是真惊人，现场有一寡所在嘛有积水的情形。也若记者后壁这条路呢，就是出入阿美家园部落唯一的对外车路，即马是已经封锁性甲封起来，就是因为顶一届三道二风台的时阵呢，有土石放落来，电视路拢未通。也若这届就是惊讲这土石又搁会放落来，所以先甲封起来。之后嘛，家伫咧阿美家园部落的民众拢先疏开到收容中心。收容中心提供民众洗浴、食食，各有主线团体关天度维护民众的运输。阿美家园的居民讲，顶届三道二风台地区因为一个对外车路未通，但保强也未正算风台过来，加上这届厝内是也无啥状况。区公所表示，这届为着安全，互居民拢先落山，也若行动无方便，还是需要特殊照护的嘛，已经送往瑞丰控港病院安置。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里面困了3天。对，然后抢救了之后，现在又来了一个台风，那来的那个台风雨又大，风又大啊，然后那个公所就担心我们的人身安全，对，因为连外道路只有一条，所以就安置我们来这边。快乐山的部落的问题是，他们也是在山坡地上，那其实根据以往的经验，跟那个农业署、水保署的经验的话，它那边也是属于山坡地，属于土石硬崩塌地区，我们就做预防性的撤离。快乐山部落和阿美家园的民众分别疏开到瑞滨收容中心和瑞良收容中心。根据新北市府的统计，有94人接受安置，其他的居民多数是去亲戚朋友厝的长大。瑞丰区公所表示，等到土石流警戒和风台警戒拢解除，确定安全，才会让民众回去厝内。记者卢尚如、郑俊友新北报道。